好多香港嘅朋友仔咧，叫 Jojo 咧揾一啲咧 location 正嘅、價格平嘅，又要屋苑環境特別好嘅。咁今日 Jojo 咧一次過滿足晒你哋，用你哋喺香港買樓嘅零頭咧，就可以攞低我身後嘅一套豪宅屋苑啦。呢個屋苑咧交通係十分便利嘅，隔離咧就係我哋中山主幹道嘅博愛路上啦。咁從博愛路呢邊咧過去咧就係我哋嘅深中通道出入口啦，所以呢度咧翻到我哋嘅深圳灣咧係非常之近嘅，只要40零分鐘就可以到達嗰邊噶啦。咁佢有多種交通工具翻到去我哋嘅香港啦，有客運港碼頭啦、高鐵啦，同埋港澳直通巴等等嘅一啲交通工具嘅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入去咧再了解一下我哋目前嘅一個價格嘅。講翻佢嘅價格啦，高峰期要賣到咧2萬蚊一方㗎。咁現時發展商搞緊一個特價嘅，咁單價只要咧10888就可以咧攞低呢度嘅精裝屋苑啦。咁事不宜遲，再帶大家入去睇埋屋苑嘅環境。我哋依家咧行到嚟咧屋苑入邊嘅內園入邊，你有冇發現咧？佢全部都係現成整好晒，而且咧行到入嚟有一種好舒服，好似喺度行公園嘅感覺啊！咁佢呢度咧一共有9座樓宇啦，現時賣緊23座嘅。咁佢總高樓層咧係24樓，除咗住宅以外咧，佢仲有啲別墅區嘅。咁我哋依家呢度咧，佢係打造咗一個1.5嘅低密度社區嘅，係一線無遮擋，樓間距超級闊㗎，亦都係咧中山市中心位置。買呢度咧係唔需要擔心朝向問題，因為呢度係一字板樓嘅設計，戶戶朝南嘅。咁我哋先睇下呢一套咧103方嘅格局。我依家響交標嘅示範單位，咁我哋咧空鏡去展示一下交標嘅實景。客廳你見到嘅中央冷氣、電視背景牆、全屋地板、天花、吊燈，仲有陽台嘅玻璃趟門都係包含嘅。咁睇翻廚房咧，佢嘅3件套啦、廚櫃啦、2個衛生間啦，佢嘅交標都係好高嘅。衛生間入邊嘅衛浴、馬桶、洗手台、鏡櫃，全部都係包含晒。佢咧都係用港澳精工一線國際品牌交付嘅。現時呢度咧新家推係11棟嘅，11棟嘅單價咧係響1萬1起左右一方嘅，仲係包含全屋嘅精裝修俾你啦，都係呢啲新嘅裝修嘅，咁都係現樓現淨，冇任何風險嘅。咁現時咧發展商咧仲有另外一個優惠，就係買樓咧就送你全屋家私家電啦。對呢度咧感興趣嘅朋友仔咧，記得 call 翻 Jojo 帶你成為灣區業主。